来这个疫情过去，真侪人拢安排出国游览。旅游平台上新的统计，今年有8成的民众有出国的计划，有6成的民众出国拢有特定的目标，也就是这个佚佗更加有主题性。譬如讲，会来坐游轮，会到海岛来畅水，会到主题的乐园，甚至会到海外来看演唱会。非得咯，即摆出国就是拢安排特殊的体验。体验刺激的水上活动，或者是跳一米冰凉的海水，迎接热天。出国享受跳岛的主题行程，是台湾人特别爱的旅游规划。到环球影城进入游戏世界，去年任天堂全新区开播，掀起主题乐园的热潮。环球影城。对，比较常去的就这个环球影城，但是它其实比较小啊，大概半天就玩完。因为我以前就有去过，所以只是回忆一下这样。根据旅游平台统计，今年有8成的台湾民众有出国的计划，严格和去年报复性的旅游无同，今年更较有主题性。参照锁定迪士尼、环球影城等等的主题乐园，或者是到海岛畅水坐游轮，再来也有看演唱会。总起来有6成的旅客伫出国的时阵，拢有特定的目标行程。那台湾人出国旅游所开的钱，比亚太区其他旅客加10%，但是因为愿意开伫价小较悬的主题乐园。在全世界有真侪迷众的红发爱德，今年请到亚洲巡回。台湾人看演唱会，袂个跟他点伫台湾，是愿意出国去看。所以大家会为了特定的目的地而出国，像是我要去坐游轮，我要去滑雪，或甚至参加演唱会，跟其他全亚洲旅客相比，大概可以高到5到10%。有规划的主题性旅游，渐渐代替较早较无目的性的报复性旅游。旅游的形态一直在变化。旅客甲业者拢得爱随时应变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